来看这个月初，代替自强号272车次驶经过的苗栗竹南段，去弄到加速更悬，火车受到损害，嘛先停驶哦。铁路警察嘛已经抓到一个嫌犯。但是男子骑着脚踏车，后壁黑色塑胶袋仔内底疑似装着细支加速桶，还原了还阁到新店一间娃娃机店变装，过程全部拢去予监视器翕落来。这个月2号，代替自强号伫咧苗栗竹南到新店香山之间，弄到细支加速桶，造成紧急停驶。铁路警察台中分局17号抓到疑似放加速桶的46岁单身犯嫌，而且插扣脚踏车变装衫裤等证物。整个过程因为市政上相当的明确，我们实地的一个探访跟现场监视器调阅，应该是在铁路轨道旁边附近的民家或是公庙随手取得的。代替272次自强号当时弄到加速桶了后，车厢水管破去，影响到7个班次，840名旅客，加载无造成列车并车。警方调阅竹南新竹一带监视器，发现46岁单男涉嫌重大。根据了解，伊无固定住的所在，平常时是做线工卫生，最后是伫咧新竹市工地去予警方逮捕。苗栗地检署顺后以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罪有逃亡之余，而且所犯上轻本刑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之罪。向苗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，裁定核准。陈男涉犯刑法第183条第3项第1项，破坏现有人所在火车未遂罪嫌，有逃亡之余，且所犯罪名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之罪，向台湾苗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。检警表示，单男对案情的关键拢无交代，目前会赶紧来厘清犯案动机等细节，也呼吁有心人士千万唔通以身试法。记者台中苗栗报道。